幼稚教育照顾法修法规定，今年8月开始，幼稚园大班就要配1个幼教老师。不过，既然有一个乡镇认为公所无定选教师的专业甲经验，希望县府会当协助定选，嘛要补助人事费。在教保员的带领之下，囡仔斗阵将布裹起来，各将空气试出来。东山乡立幼儿园早起上课拢会照大细活动，予囡仔叮当一下。不过幼儿教育加接国开修法了后，并定今年8月初1开始，幼儿园5岁到入小学进前班级爱配一个老师，煞造成乡镇市立幼儿园的困扰。不同处就是在薪资比例的部分，就是有同工不同酬的感觉这样子。用东山乡立幼儿园做例，生活上路都爱请4个正式老师，造成教保员甲老师共工无共收的问题。每年幼儿园人事费用都安尼增加300多万，造成乡公所的财政负担。乡长林俊虎也认为，公所无定选正式老师的经验甲专业。我们好几个乡镇市公所统一希望来由县政府教育处他们来统一办理。乡公所建议应该将幼儿园的大班，予有正式老师的县政府附设幼儿园来开。乡镇设立幼儿园，只收中班甲小班的学生，都应该改新法上路了后，乡镇市公所爱请正式老师带来难题。公所对于大班的这样的一个需求，是否要维持继续设立？那我想这个部分还是要回到公所这边，对于他乡镇市民的这样一个服务的需求，是否要持续提供？在东山乡宜兰市劳动镇甲苏福镇这乡镇也向县政府提出同款的诉求。县政府表示，各乡镇公所的正式老师，县政府会协助代选，也会协助争取人事费的补助。另外，乡镇设立幼儿园是不是继续开大班，由各乡镇公所看需求来决定。县政府也会将相关的意见提予教育部来反映。公司记者综合报道。